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甲大家分享的深色的主题，就是海产讲台语。俗语讲啊，有人山来讨食，有人海里讨猎。这句话啊，就是挖山食山，挖海就食海的意思。尤其啊，台湾4块链长拢是海，海洋的资源啊真丰富，渔业也真发展。咱伫菜市啊啦、超级市场内面啊，拢会当买到真侪无共款的海产哦。啊，有的人爱去渔港啊，讲渔港内面的海产啊，种类较侪啦。像啊，虾啊啦、金啊啦、蚵仔啦、小卷啊啦、飞乌啊、石斑啊、沙目啊、蚵仔葱啊，真正是应有尽有，想要啥都有啥。那安尼啊，咱去买海产的时，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对话呢？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，咱特别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咱若来到卖海产的单位啊。上接问头家，大概就是今仔日什么较青这句话咯。海产啊，真快歹，所以咱问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问头家啊，倒一寡鱼是现捞啊，就是今仔日拄来的海产。另外啊，俗语讲，冬这乌较肥咧猪骹裤啊，春面冬加啦，食海产啊，也着注重季节咯。这时啊，咱会当问头家讲，即马什么鱼大出？即马食啥较着时？安尼来问头家，这个季节啦，当好食的海产。等咱经好势了后，就是和头家花介绍咯。这时啊，咱会问讲，头家啊，这虾啊一斤偌济钱？头家可能会应讲，一斤180啦，要几斤？咱若甲讲。我要2斤，头家就应讲，安尼拢总300。若是要买较贵的海产咧，像讲金仔啦、蚵仔葱啊，迄类的，头家啊，也有可能甲咱讲啊，毋是算斤的啦，这算两的啦。1斤16两，若是用两做单位来算钱，表示啊，这海产啊较贵。另外，除了1斤1两以外，鱼啊有时嘛会一尾一尾来卖。这时啊，咱会当甲头家讲，头家啊，这鱼啊一尾偌济？麻烦包3尾互我。总是啊，你若去买无拉鱼啊，千万唔通甲头家问讲一尾偌济哦，若无啊，头家是会起笑啦。上尾啊，咱来复习今仔日的句型。有人山来讨食，有人海里讨猎。今仔日什么较青？即马食啥较着时？这虾啊1斤偌济钱？这鱼啊一尾偌济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买鱼啊讲台语，毋若着时，头家啊也会甲你算较俗咧哦。毋信你试看卖就知。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姐妈妈。